你。亲爱耶稣，掌管我生命，与你同行，随你带领，等候进入你的应许。睁开眼，不住敬拜你，亲爱耶稣，兴起我生命，并肩同行，紧紧依靠你。我已决定一生跟随你。主开启我眼，更深认识你，如晨光领导照亮我生命。主开启我心，更深爱慕你，进入你心意，一生渴望见到你。睁开眼，渴望见你，亲爱耶稣，掌管我生命，与你同行，随你带领，等候进入你的应许。睁开眼，不住敬拜你，亲爱耶稣，兴起我生命，并肩同行，紧紧依靠你。我已决定一生跟随你。主开启我眼，更深认识你，如晨光领导照亮我生命。主开启我心，更深爱慕你，进入你心意，一生渴望见到你。主开启我眼，更深认识你，如晨光领导照亮我生命。主开启我心，更深爱慕你，进入你心意，一生渴望见到你。进入你心意，一生渴望见到你。进入你心意，一生渴望见到你。弟兄姊妹早晨，喺呢個嚴寒嘅清早，我哋一齊嚟到敬拜我哋嘅主。天父啊，我哋多謝你，因為你係守日施慈愛嘅神，歲首到年終，你都係照顧我哋。都係主奉耶穌基督名祈禱，阿門。以賽亞書37章，希西家王聽見了，就撕裂衣服，披上麻衣，進了耶和華的殿。他差遣以利亞敬宮廷總管和舍巴納書記，並祭司將中年長的都披上麻衣，到阿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先知那裡去。他們對他說：希西家如此說，今日是急難、懲罰、凌辱的日子，就如嬰孩快要出生，卻沒有力氣生產。或許耶和華你的神聽見亞述將軍的話，就是他主人亞述王差他來辱罵永生神的話。耶和華你的神就斥責所聽見的這些話，求你為幸存的餘民揚聲禱告。希西家王的臣僕就來到以賽亞那裡，以賽亞對他們說：
要對你們的主人這樣說：耶和華如此說，你聽見亞述王的僕人褻瀆我的話，不要懼怕。看啊，因為我必驚動他的心，他要聽見風聲就歸回本地，在那裏我必使他倒在刀下。亞述將軍聽見亞述王以拔營離開拉吉，就啟程返回，正遇見亞述王去攻打納拿。亞述王聽見有人談論古實王特哈加，說他出來要與你爭戰。亞述王一聽見，就差使者去見希西家，說：你們要對猶大王希西家如此說，不要聽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說，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亞述王的手中。看啊，你總聽說亞述諸王向列國所行的是進行滅絕，難道你能幸免嗎？我祖先所毀滅的，就是歌散、哈蘭、利色和提拉撒的伊甸人，這些國的神明何曾拯救他們呢？哈馬的王、雅爾拔的王、西法雅音城的王、希拿和以亞的王，都在哪裏呢？希西家從使者手裏接過書信，看完了，就上耶和華的殿，在耶和華面前展開書信。希西家向耶和華禱告說：坐在基路伯之上萬軍之耶和華，以色列的神啊，唯有你是地上萬國的神，你創造了天和地。耶和華，求你側耳而聽；耶和華，求你睜眼而看，聽西拿基立差遣使者辱罵永生神的一切話。耶和華，亞述諸王果然使列國和列國之地變為荒蕪，將列國的神明扔在火裏，因為他們本不是神明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是木頭、石頭，所以被滅絕了。耶和華我們的神啊，現在求你救我們脫離亞述王的手，使地上萬國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華。阿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就差人去見希西家，說：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，你因亞述王西拿基立的事向我祈求，所以耶和華論他這樣說：少女錫安藐視你，嘲笑你；耶路撒冷向你搖頭。你辱罵誰，褻瀆誰？揚起聲來，高舉眼目攻擊誰呢？你攻擊的是以色列的聖者。你藉臣僕辱罵主說：我率領許多戰車登上高山，到黎巴嫩的頂端，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樹和上好的松樹。我必上到極高之處，進入茂盛的森林裏。我已經挖井喝水，我必用腳掌踏乾埃及一切的河流。你豈沒有聽見我祖先所定、古時所立、現今實現的事嗎？就是讓你去毀壞堅固的城，使他們變為廢墟。城裏居民的力量甚少，他們驚惶羞愧，像野草，像青菜，如房頂上的草，被東風刮散。你站起，你坐下，你出去，你進來，你向我發烈怒，我都知道。因你向我發烈怒，你的狂傲上達我耳中。我要用鈎子勾住你的鼻子，將嚼環放在你口裏，使你從原路轉回去。我賜給你的預兆，你們今年要吃野生的，明年也要吃自長的，後年你們就要耕種收割，栽葡萄園，吃其中的果子。猶大家所逃脫剩餘的，仍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結果。必有剩餘的民從耶路撒冷而出，有逃脫的人從錫安山而來。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。所以耶和華論亞述王如此說：他必不得來到這城，也不在這裏射箭，不得拿盾牌到城前，也不能見土堆攻城。他從哪條路來，必從哪條路回去，必不得來到這城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因我為自己的緣故，又為我僕人大衛的緣故，必保護拯救這城。耶和華的使者出去，在亞述營中殺了185000人。清早有人起來，看啊，都是死屍。亞述王西拿基立就拔營回去，住在尼尼微。一日，他在他的神明尼斯洛廟裏叩拜，他兒子亞德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殺了他，然後逃到亞拉臘地。他兒子以撒哈頓接續他作王。以賽亞書第38章。那些日子，希西家病得要死，亞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先知來見他，對他說：耶和華如此說，你當留遺囑給你的家，因為你必死，不能活了。希西家就轉臉朝牆，向耶和華禱告，說：耶和華，
求你紀念我在你面前怎樣存完全的心，按誠實行事，又做你眼中看為善的事。希西家就痛哭。耶和華的話臨到以賽亞說：你去告訴希西家說，耶和華你祖先大衛的神如此說：我聽見你的禱告，看見了你的眼淚。看啊，我必加添你15年的壽數。我要救你和這城脫離亞述王的手，也要保護這城。耶和華必成就他所說的這話，這是耶和華給你的預兆。看啊，我要使亞哈斯日晷上隨太陽前進的影子往後退10度。於是，在日晷上照下來的日影果然往後退了10度。猶大王希西家患病痊愈後的詩。我說，在如日中天的時候，我就走了，將剩餘的年歲交給陰間的門。我說，我必不得見耶和華，不得在活人之地見耶和華，也不再看見世人，就是短暫世界中的居民。我的住處好像牧人的帳棚，遭人掀起，離我而去。我將性命捲起，像織布的捲布一樣。他從織布機頭那裏將我剪斷。你使我命喪於旦夕，我令自己安靜到直到天亮。他像獅子折斷我所有的骨頭。你使我命喪於旦夕。我像燕子呢喃，像白鶴鳴叫，又如鴿子哀鳴。我因仰望，眼睛困倦。主啊，我受欺壓，求你為我作保。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他應許我的，他已成就了。我因心裏的苦楚，在一生的年日必謙卑而行。主啊，人的存活是在乎此，我的靈存活也全在乎此。求你使我痊愈，仍然存活。看啊，我受大苦是為了使我得平安。你愛我，救我的性命脫離敗壞的地府，將我一切的罪仍在你背後。原來陰間不能稱謝你，死亡不能頌揚你，下到地府的人也不能盼望你的信實。只有活人必稱謝你，像我今日稱謝你一樣。為父的必使兒女知道你的信實。耶和華肯救我，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華殿中彈奏我弦樂的歌。以賽亞說：拿一塊無花果餅來，貼在瘡上，王必痊愈。希西家說：我能上耶和華的殿，有什麼預兆呢？以賽亞書第39章。那時，巴拉旦的兒子巴比倫王米羅達巴拉旦聽見希西家病得痊愈，就送書送和禮物給他。希西家歡喜見使者，就將自己寶庫裏的金子、銀子、香料、貴重的膏油和他軍械庫裏一切的兵器，以及他所有的財寶，都給他們看。在他家中和全國之內，希西家沒有一樣不給他們看的。於是以賽亞先知到希西家王那裏去，對他說：這些人說了些什麼？他們從哪裏來見你？希西家說：他們從遠方的巴比倫來見我。以賽亞說：他們在你家裏看見了什麼？希西家說：凡我家中所有的，他們都看見了。我財寶中沒有一樣東西不給他們看的。以賽亞對希西家說：你要聽萬軍之耶和華的話。耶和華說：看啊，日子將到，凡你家裏所有的，並你祖先積蓄到如今的一切，都要被擄到巴比倫去，不留下一樣。從你本身所生的孩子，其中必有被擄到巴比倫王宮當太監的。希西家對以賽亞說：你所說耶和華的話甚好，因為他想，在我有生之年必有太平和安穩。以賽亞書裏邊特別提到希西家王，當佢去祈求神嘅時候，神就應允佢，賜俾佢有15年嘅年數。聖經記載話，耶和華必成就他所說的這話，這是耶和華給你的預兆。看啊，我要使亞哈斯日晷上隨太陽前進的影子往後退10度。於是，在日晷上照下來的日影果然往後退了10度。所以神係一位大能嘅神，亦都係管理呢個時間嘅主。佢應允希西家有15年嘅年數，
亦都喺呢個嘅日軌上邊，你要推行10道，你要俾佢都知道神嘅應許係確實嘅。所以今日我哋生命嘅年數都喺掌握喺神嘅裏邊，所以我哋或向左或向右，前面嗰條就係神俾我哋嘅正路。创造我的耶和华，是你救赎了我，帮助了我。你曾替我的名呼召我坚定回应，永远属于你。我从水中经过，你必与我同在；趟过困难江河，水必不漫过我。我从火中行过，也必不怕遭害。看我为宝为尊，为荣耀的创造。我从水中经过，你必与我同在；趟过困难江河，水必不漫过我。我从火中行过，也必不怕遭害。看我为宝为尊，为荣耀的创造。我们是你的见证，你拣选的肯拿，心事将要成就。你在沧海中開道，大水中開路。雅各書第5章，注意你們這些富足人啊，要為將要臨到你們身上的災難哭泣、號啕。你們的財物腐爛了，
你們的衣服被蟲子蛀了，你們的金銀都生鏽了。這鏽要證明你們的不是，又要像火一樣吞吃你們的肉。你們在這末世只知道積蓄錢財，工人給你們收割莊稼，你們克扣他們的工錢，這工錢在喊冤，而且收割工人的冤聲已經進入萬軍之主的耳朵了。你們在地上享奢華宴樂，把自己養肥了，等候宰殺的日子。你們定了義人的罪，把他殺害，他沒有抵抗你們。所以弟兄們，你們要忍耐，直到主來。看啊，農夫等候着地裏寶貴的出產，耐心地等到他得了秋霖春雨。你們也要忍耐，堅固你們的心，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。弟兄們，你們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審判。看啊，審判的主站在門口了。弟兄們，你們要把先前奉主名說話的眾先知作能受苦、能忍耐的榜樣。看啊，那些忍耐的人，我們稱他們是有福的。你們聽見過約伯的忍耐，也看見主給他的結局，知道主是充滿憐憫和慈悲的。我的弟兄們，最要緊的是不可起誓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也不可指着地起誓，任何誓都不可起。你們說話是就說是，不是就說不是，免得你們落在審判之下。你們中間若有人受苦，他該禱告；有人喜樂，他該歌頌。你們中間若有人病了，他該請教會的長老來為他禱告，奉主的名為他抹油。出於信心的祈禱，必能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來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們得醫治。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以利亞與我們是同樣性情的人，他懇切地祈求不要下雨，地上就3年6個月沒有下雨。他又禱告，天就降下雨來，地就出了出產。我的弟兄們，你們中間若有人迷失了真理，而有人使他回轉，這人該知道，是一個罪人從迷途中回轉，會從死亡中把他的靈魂救回來，而且遮蓋許多的罪。聖經教導我哋嚟到為着有病嘅人祈禱，亦都請教會嘅長老按着神俾我哋嘅醫病嘅恩賜嚟到去醫病。聖經記載話：你們中間若有人病了，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們來為他禱告，奉主的名為他抹油。出於信心的祈禱必能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來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們得醫治。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所以願意我哋聖經嘅教導，叫我哋彼此認罪，互相代求，能夠使我哋得着醫治。讓我哋都係喺呢個日子當中，人嘅生命裏邊都係要咁樣做。你是医治者，是行拯救，坚固磐石不动摇，满有全能，你独行其事，领我同行，风浪之上，哦耶稣。唯有你能医治我全人，赦免我罪，称我为义，代替我受刑罚与鞭伤，为我舍命把罪加成。你宝血大有能
人行走在我们中间，触摸受伤破碎的核心，你话语大有能力，罪恶完全无法匹敌，生儿女苏醒症状，动着天国钥匙，释放全能践踏一切仇敌，封住耶稣的圣之名。箴言26章，愚昧人得尊榮不相宜，正如夏天落雪，收割時下雨，詛咒不會無故臨到，正如麻雀掠過，燕子翻飛，鞭子是為打馬，轡頭是為勒驢，刑杖正是為打愚昧人的背。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話回答他，免得你與他一樣。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話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。藉愚昧人的手寄信的，就像砍斷雙腳，喝下殘暴。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，正如瘸子的腳，懸空無用。將尊榮給愚昧人的，就像石頭綁在彈弓上。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，好像荊棘刺入醉漢的手。雇愚昧人的與雇過路人的，就像弓箭手射傷任何人。愚昧人重複做愚昧之事，就如狗轉過來吃自己所吐的。你看見自以為有智慧的人嗎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懶惰人說：道路有猛獅，街上有壯獅。懶惰人在床上，就像門在軸心上轉動一樣。懶惰人把手埋入盤裏，就是送進口中的，都覺得累。懶惰人眼看自己比7個善於應對的人更有智慧。過路時捲入與己無關的紛爭，好像人揪住狗耳一般。人欺騙鄰舍，卻說：我只是開玩笑而已。他就像瘋狂的人，拋擲致死的火把和利箭。火缺了柴就必熄滅，無人造謠，紛爭就止息。好爭吵的人煽動爭端，就如餘火加炭，火上加柴一樣。造謠者的話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肚腹。火熱的嘴唇，邪惡的心，好像銀渣包在瓦器上。仇敵用嘴唇掩飾，心裏卻藏着詭詐。他用甜言蜜語，你不能相信他，因為他心中有7樣可憎惡的事。他雖用詭詐掩飾怨恨，他的邪惡必在集會中顯露。挖陷坑的，自己必陷在其中；滾石頭的，石頭必滾在他身上。虛謊的舌憎恨他所壓傷的人，諂媚的口敗壞人的事。天父，我哋喺呢度多謝你，因為你保守我哋嘅性命，免受一切嘅仇敵嘅欺哄同埋攻擊，讓我哋嘅生命只係喺神嘅手裏邊。我哋宣告我哋嘅壽數都喺神嘅權柄嘅當中。我哋多謝你，奉耶穌基督名祈禱，阿門。唯有你能醫治我全人，赦免我罪，称我為義，代替我受刑罰與鞭傷，為我捨命。